陈峰。雨山，怎么样啊？在哪里？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来扶你起来，来，快！雨山，怎么样啊？雨山，好了。雨山，好着急。哎，他们都走掉了。走了？我送你回公司啊！走了。走吧。再找一找。好。你再找一找。哎，好了，走。哇！来啤酒。辛迪，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办？我要是你啊，我至少要好好的活着，这样才有力气把安琪追回来。你先自己在这里好好想想，我得下去看看那些小朋友了啊。是这样，我要给你看。哎，会了吧？他们其他人呢？都在那儿跳舞呢。哎，我们也走吧，大家早点回去休息。哎呀，我们还没玩够呢。我带你们来是体验的，不是来玩的。我们玩好了自己会回去的。教官，我还是跟你一起回去吧。好啊。玛丽亚，去叫他们一块走吧。啊，快点啊。好。教官，我们先走。走吧。哎，教官让我们都走了。姚倩，账全让你付了，真不好意思。教官，多大的事儿啊，别提了。我们叫车回去吧。教官，不用了，我已经叫我们家司机把车子开来了。来。哦，那上车。来吧你啊！哇！来呀你啊！吃罚酒啊！喂，干什么？干什么你？你少管闲事你！干什么你？好小子，算你狠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哎，走开！哎，小姐，程峰，怎么是你啊？啊，你怎么喝成这个样子啊？我要回公司，我要回公司，要喊死人！要喊呐！哎呀，你喝多了你。你说话呀，程峰，你公司在哪儿？告诉我，我送你回去。喂。我怎么回事？关机了。你人哎，哈哈，怎么样？可恶！又输了吧？比快你也输，比兜圈你也输，比不服瓦奇你还是输，比慢呢你又输。我看我们不用比了，你是不会赢我的。谁说的？一定有一次会赢你的，一定有这么一次。怎么赢我？是生小孩吗？哎，你笑什么？比什么？我会用舌头给樱桃藤打结，怎么样？不会了吧？只要你不说到生小孩，我是一定不会输给你的。好啊，那就来比比看。好，走。走。开始。
我俩谁厉害啊？岂有此理！你那什么舌头啊？伸过来给我看看。没问题，好好学习学习啊。哎。哦，哈哈哈哈！你笑什么笑啊？你在斗鸡眼儿。我有吗？两个眼睛这样，嘟嘟。哎，别动，我给你拍下来啊！哎，别动，哎，来。拍我！把你的手机给我！哎，删掉，把照片删掉。当心啊！思欣，你看，我好像在飞一样哎。好啊，那我跟你一起飞啊！飞喽！飞啊！明天一早在机场集合啊。陈峰，哎，不要叫！哎，不要叫！哎呀，我是阿义呀！陈峰，你听我说，我是阿义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是阿义啊！陈峰，是我，阿义，是啊，阿义，哎，我把灯打开好不好啊？等会儿。真的是你啊！阿义啊，我们又见着了！哎，这是哪里呀？这是我的宿舍啊！真的啊？哎，陈峰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饿。哼，那我带你出去吃东西吧。耶！哎，你对这个地方还有印象吗？没有。昨天晚上，我就是在这儿碰到你的。